好来，继续来看婚龄观。这5年来，每一年出世的人数，拢比死亡的人数减将近3000人。为着要鼓励生囝，婚龄观政府推出着鼓励政策，生第一胎补助1万块，第二胎2万块，第三胎3万块，一直加起哩。若生到第10胎，就通啊领到10万块。听起来是真袂歹，也毋过嘛去互吐槽，讲若要领到10万块，就要生到10个囡仔呢。 安尼是有食要生的。第10胎10万，你听起来觉得怎么样？这世界可能找不到会做这种事的人。婚龄管府推出生育补助新政策，只要生10胎就会使领10万块。不过要未结婚的小姐讲完全未考虑。那你觉得会不会有人真的生到10胎？ 应该不会，怎么说？比较无知的人才会。现在啊，时机不好，很难探家。伫早顿店做工课负责人目前有2个囡仔，听到嘛感觉生10个囡仔难度伤悬，因为照顾和教养拢需要真侪钱。另外一位生2位囡仔的妈妈嘛讲，囡仔学费伤贵，10万块补助根本就无够。生到第10个有10万呢。一样不要。2个小朋友一年大概学费多少？10几万吧。 不过，有男性上班族认为生10个领10万，加减会互人一寡动力。我想，或许是有助于解决我们目前女女性少子化。婚龄县政府生育补助政策，原本是生1个领1万，生2个领1万5，即马变做生1个领1万，生2个领2万。照这种方式，生10个领10万，无限制。生第3胎的大概只剩下11、12%。 婚龄县新的生育补助政策出发点是为着鼓励生育。6万9连续5年比死亡人数搁少要3000人的出世的人数。不过回归现实，不少婚龄县民拢认为这些补助和长期照顾囡仔的支出相比实在无够，恐惊县府爱搁想其他的办法，才会有实际效果。